講到近呢一兩年喺九龍甚至香港發展得最快最熱鬧嘅地方，如果話唔係啟德呢，就打死你我都唔信。隨住 ASI 同埋崇光喺度開咗業之後，啲食肆呢亦都越嚟越多。作為香港市民嘅一份子，好真心係想支持一下香港營商嘅環境。喺雙子匯一期崇光百貨嘅樓上有一間酒樓叫做喜雲軒，門口安排座位嘅係一個見多識廣嘅知客，知道嚟飲下午茶嗰啲顧客，就算唔係非貧即賤，亦都只不過係啲貪圖小便宜嘅 cheap 客。咁樣如果用禮貌嘅語態呢，就可能唔係咁適合。佢就會好靈活咁樣運用呼喝嘅語態嚟增加大家嘅親切感。呢度啲點心嘅價錢，星期一至五同埋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都係有所不同。下午茶嘅價錢都只不過係平2至3蚊。如果唔係食得太多嘅話，就建議大家早啲嚟，無謂慳嗰10零20蚊啦，係咪？大家要支持香港嘅食肆，首先就要揾啲支持得住嘅先得。喺啟德呢，亦都有好多選擇。喺雙子匯第2期樓上嘅14樓有間 Asian Lab， 佢雖然冇中文名，但係唔使驚，個餐牌係有中文嘅。嚟到14樓呢，就見到有2間餐廳。君蘭餐廳呢就蝕底在冇窗啦，所以大叔第一次嚟到都選擇繞過佢，順便行個運。餐廳地方就唔算大，裝修就有啲佢東南亞嘅特色。除咗室內，仲可以選擇坐室外。呢度就冇下午茶優惠。餐牌就得1大2細，全部都係越南同埋南洋一帶嘅食品。大叔識得嘅都差不多落齊啦，一時之間真係諗唔到仲欠啲乜嘢。呢個呢，就係正宗嘅檳城炒粿條，98蚊就連埋一杯飲品。呢碟唔係喺檳城炒嘅正宗檳城炒粿條，都真係可以勾起一啲大叔喺馬拉街頭所食到嗰種風味。不過地道嘅配料裏面就未曾見過有臘腸嘅噃，睇嚟佢應該正名叫做正宗香港檳城炒粿條。另外配料除咗芽菜同蝦之外，仲有魚片同埋地道嘅香港豬油渣，亦都可能係貴陽市嘅脆哨。佢係由豬肉丁經過醃製再油炸而製成，食落去口感脆硬，油脂爆香，係炒粉麵嘅最佳配搭。另外呢碟粿條呢，仲可以俾你揀少油嘅噃。呢個係馬來喇沙心心，今次就揀咗配香茅雞扒。喇沙呢亦都係大叔喜愛嘅食品之一，所以大叔一試之下就發現佢同馬來西亞嗰啲喇沙係有所不同。如果分別喺新加坡同埋馬來西亞都曾經試過喇沙嘅朋友，就會分別得出新加坡嗰邊嘅喇沙係濃郁好多，裏面椰奶同埋蝦湯嘅份量應該係比馬拉嗰邊多好多，所以呢個應該係新加坡喇沙心心先至啱。至於心心呢，大叔就喺星馬都未碰到過，反為返到香港先至識得佢。佢係將油麵同埋米粉混合埋一齊，心心嘅意思呢，亦都即係混合咁解。香茅雞扒就醃得幾入味，雞肉稍嫌老咗啲，唔夠滑。喺上一條片嘅評論區，好多人贊成留港消費，大叔十分認同。最低限度係想支持下香港嘅飲食業，但係我哋又唔可以怪嗰啲北上消費嘅人。有啲服務員甚至係食肆本身嘅政策，都真係令到顧客支持佢唔住㗎。並唔係話要服務員卑躬屈膝，但係要求互相尊重，基本嘅禮貌，大家又同唔同意呢？
大叔今日又再次嚟到雙子會第2期，真金白銀嚟支持呢間 Asian Lab。下晝嚟因為太曬，所以坐唔到室外，晚上就可以喺進食嘅時間欣賞埋夜景啦。菜單同下晝嘅一樣，唔使多介紹啦。香茅豬扒檬，唔知點解有啲人中意用豬扒嚟形容人。嗱，好似呢件正常嘅豬扒，點樣講都係秀色可餐，愛嚟送酒都可以解釋為飲得杯落㗎。中式海南雞飯，大叔真係 sometimes too simple， 同埋 sometimes too naive 啦。睇到餐牌嘅介紹，然後先至知道，原來佢係一隻早已經潤咗出去越南嘅雞，並且改咗一個水蛇春咁長嘅名，叫做正宗越南海岸群嘅海岸雞配椰香黃薑飯。黃色嘅一嚿飯帶上咗一大棵綠色嘅芫茜，雖然有啲無味，但係唔會影響到我對雞嘅評價。除咗合格之外，我係唔會俾多1分佢嘅。馬來路邊雞肉沙爹串燒，呢間餐廳呢，中意改啲特別長嘅名，可能係有心提醒啲顧客，佢哋啲串燒啊都係又大又長㗎。雞肉啊燒得幾好，轉得上係外脆內軟。食沙爹串呢，最緊要就係啲醬汁，一般嘅醬汁係用濃厚嘅花生醬調製。呢度比較重嘅就係南乳嘅香味，邊一種比較好食就各有所愛啦。越南芝心蝦多士，外邊就炸得幾好，雖然都擺咗好一陣，但係外邊都仍然係脆脆地。不過既然叫得做蝦多士，上面嗰層蝦膠如果可以加多啲咁就更好啦。此外喺台上面有一個可以呼叫服務員嘅電鐘，能夠為戶外嘅客人提供咗方便同埋貼心嘅感覺。上次嚟消費嘅時候登記咗會籍，今次就可以獲得50蚊嘅減免，2個正餐連飲品加上2款小食，奉送埋璀璨繁華嘅夜景。就算冇咗優惠，都係257蚊2位。口福之外，仲有燭光晚餐嘅浪漫。大叔覺得呢間都係值得嚟支持香港消費㗎。喺講拜拜之前，都要提一提喜雲軒有一位服務員，竟然帶埋笑容返工喎。後來喺尖沙咀對溫嗰間喜雲軒又碰到佢，先知原來佢係一名兼職。唔知係咪因為咁，所以先至有呢啲文化上嘅差異呢？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